名牌攞嚟用攞嚟着，大家就聽得多啦。但名牌可以攞嚟住，你又聽過未呢？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由名牌 Versace 打造，號稱倫敦最浮誇嘅豪宅之一 The Mark Building。由 Versace Home 親自操刀，樓下鋪到成個金光閃閃嘅大堂，連健身室條毛巾都有 Versace 嘅標誌，由天花板到地下都係咁殘眼，閃到你眼都擘唔大。住入 Versace 大廈係金色磚頭嘅身份象徵啊，定係一眾土豪嘅打卡聖地呢？大家好，我係 Gerald， 歡迎收睇添集。開始之前咧，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撳下面嘅鐘仔，一齊探索倫敦最具話題性嘅豪宅。講到意大利嘅奢華時裝品牌 Versace， 大家就一定唔會陌生㗎啦。作為 Michael Jackson、Madonna、Lady Gaga 等名人都愛嘅 Versace， 唔單止係時裝、手袋、香水，就連家具用品、酒店，而家連豪宅都一手包辦。The Mark Tower 就係全英國第一座由 Versace Home 操刀設計嘅住宅，無論外觀定係內裝，都滲透住 Versace 一貫大膽而精緻嘅工藝。成棟樓就好似一件巨型嘅時裝作品，等你真係可以住喺時裝伸展台上面。呢個品牌由設計師 Gianni Versace 喺米蘭創立，以大膽華麗、極具戲劇性嘅設計風格而聞名。佢哋嘅經典標誌 Medusa 嘅蛇髮女妖頭像 ，Gianni 就希望可以做到好似傳說中嘅梅杜莎咁，令人一望就移唔開視線，帶有致命嘅吸引力。不過令人移唔開視線嘅，仲有佢哋喺倫敦嘅呢一座 The Mark Tower 啦。呢棟浮誇嘅大廈位於倫敦 Nine Elms， 由阿聯酋發展商 The Mark Properties 打造，2021年正式落成。The Mark 嘅創辦人兼主席 Hussein Sawani 就更加被譽為中東最具影響力嘅地產大亨之一，手頭嘅項目遍佈晒中東啦、英國、歐洲，主攻有錢人嘅荷包，專做頂級豪宅。你見佢成棟樓一嚿二嚿咁分開咗幾部分，全部加埋有450個單位，有零售、餐廳、空中花園、健身室、泳池、私人影院等等嘅設施。大廈入邊亦都融入咗大量嘅 Versace 標誌性元素，例如 lobby 有一個金色幾何圖騰，連落去 gym 條毛巾都有 Versace 嘅 logo， 金光閃閃，豪華感十足。Versace 喺件衫印個 logo， 件衫就即刻升值10倍。咁而家棟樓掛住 Versace 個名，價值又點知咁簡單呢？ The Mark Tower 嘅價錢一樣唔手軟，入場價由 Studio 嘅75萬英鎊，一房就已經去到95萬鎊，而頂層嘅 Penthouse 就更加可以去到高達1200萬英鎊。至於管理費都係 Versace 嘅級數㗎啦，每平方尺每年就要收7至10鎊，即係話1000尺嘅單位一年嘅管理費都要7000至1萬鎊啦。當然啦，買得起呢一度嘅又點會介意交嗰少少嘅管理費呢？呢度主打嘅就係海外投資客，特別係中東同亞洲嘅買家。不過本地人心目中Nine Elms 始終都唔係 Knightsbridge 或者 Mayfair 嘅對手，自然興趣就會大減。加上好多人都會質疑 The Mark Tower 呢一種品牌效應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呢？始終而家倫敦新樓嘅供應咁充足，競爭又咁激烈，未來增值空間已經成問題啦。到時候會唔會跌價跌得快過時裝呢？咁就真係要自己衡量啦。另一方面The Mark Tower 雖然掛住 Versace 嘅大旗，但係市場嘅反應就冇想象中咁熱烈。呢一座大廈其實都仲有唔少嘅單位係空置住㗎，好多人認為佢嘅設計太過花巧，好土豪炫富嘅感覺。就算係出自 Versace Home 嘅室內設計，好有品牌特色，有品牌光環加持，佢奢華同埋浮誇嘅裝修都未必係人人適合，亦都未能吸引到足夠嘅買家入市。高價位加上品牌效應，似乎未必人人都可以買到單。而 The Mark 過往喺其他地區嘅項目，例如喺中東都曾經爆出過建築品質有問題，包括漏水、潮濕、發霉等等，令到買家對佢喺倫敦嘅樓盤質素都有所保留。雖然 The Mark Tower 表面光鮮亮麗，但係入邊嘅細節同建築嘅管理始終都係唔少人心目中嘅憂慮。我係 Gerald， 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倫敦豪宅嘅資訊，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啦。我哋下次再見。